台湾话艺术水阁好。国情解说2句，我含你做参考。解说，解文说理。好比讲国情就你来探讨嘉义新港日本时代一位出名的诗人林维条先生，写出怀念伊的牵手一首7言的律诗。见面头一句讲：冰时渐别重白骸，风乃西归应不骸。起歌花展春树表，寒江月落夜调哀。菊帘凉气侵晚碧，拍见秋庭点镜台。相同人天金面路，黄昏冷雨梦中来。新港的林维条先生，日本时代是足出名的文人，包含伊的下弟啊，有一个干仔孙，就是咱云门舞集的创办人，出名的艺术家林怀民先生。啊，林维条这首诗，你敢若听国情安尼读，拢毋免小解说，咱嘛真会感动。毋则讲过去因为教育的政策，讲到汉诗，就是苏东坡，就是李白，实在无影。台湾的诗人，咧怀念家己的牵手，见面头前2句，伊就破落去讲。平常时啊，咱暂时离别，我都已经真毋甘咯。何况你是嫁好西归，永远袂搁再倒转来。毋则我看到花蕊凋零，想起咱真侪甜蜜的往事，如今已经渺如云烟。只有我半暝半，听到江水拍着岸边，一涌一涌，月娘落西，孤单的我体会到凉冷的露水，但已经挡着咱鸳鸯的面皮咯。我上介惊，就是看到讲西庄台卡一阵的营业，安尼叫做秋庭点镜台。原因为着啥？因为西庄台但已经拢无人伫咧用咯。相同人天金面路，阴阳两隔，一人行一路。为因，我只有5望啦，心爱牵手啊，敢有可能伫咧今夜你的分别？咱约束淡梦中相逢，黄昏冷雨梦中来。这句问题问出来，当作一种的疑问，但是咱心内拢已经知影答案。这样感动人的诗句，值得咱继续甲传落去。